欢快的日本歌曲炒热现场气氛。台南市东区公所与日本菊池市共同举办亲善音乐飨宴，当中除了展现熊本音乐的多元风貌，崇明国中国乐团、德光中学一亩田吉他社也带来精彩演出。当天的高潮是台日团队一起合唱《台南的天空》，用音乐交织出跨国的深厚情谊。透过音乐的交流是最容易贴近双方的一个距离的一种方式哈。那我想在今天的一个活动中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东区各界包括学校的一个支持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团队出现真的都是非常 pro 国际级的这个团队啦。本日の音楽祭の後、今年も台南市の皆様が菊池白龍祭りに訪問いただけるとのことで、桜や音楽や祭りといった文化を通してお互いが交流を深めることを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これもひとえに台南市東区と友好交流協定を締結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賜物だ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おります。东区是台南市第3大人口区，去年因为议员李宗麟牵线媒合，和菊池市签署第一个友好城市协定，把日台国际交流事务落实在区里地方上，未来将持续进行互访，在自然保育、观光、教育、文化、经济等面向充分交流，增进台南市的国际形象。记者周怀谈的报道。